有最後一條問題就係、法師提到無常，我哋應該學習接受，而將無常放喺日常生活入邊。如果喺工作上上司減團隊嘅 headcount 改組，同事都覺得自己好難相處，工作內容變化等等，每日都覺得為內心嘅帶來好多衝擊，牽引咗好多情緒，甚至乎影響咗健康。我哋應該點去接受同面對呢？而留喺現時嘅崗位，又覺得心裏邊唔舒服，轉工有好多未知數，恐懼重新適應好多嘅問題。正如法師所講，不停咁輪迴，可否請法師教導一下如何以佛法嘅智慧去處理呢啲嘅狀況？首先多謝呢個朋友嘅問題啦。咁我估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實際而深刻嘅問題，觸及到如何用佛法嘅智慧運用喺日常生活入邊，面對我日常生活嘅挑戰同埋痛苦。冇錯，無常、業力、心境嘅調整都係佛法提供到幫助。喺情景入邊，佛法可以幫我哋減少痛苦，保持內心平靜。以下都係一啲佛教嘅智慧，幫助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嘅問題。一、理解無常同埋接受變化。無常嘅核心入邊包含咗一樣嘢，一切皆變，包括喺我哋工作嘅環境、同事嘅關係以及我哋內心嘅狀態。當上司決定改組同埋調整團隊等等嘅情況嘅時候，我哋要明白呢啲都係外在嘅變化，反映咗無常原來真係發生喺我哋身邊。佛法有一次教導我哋唔使避免呢啲變化，反過嚟學習去接受佢，理解呢啲變化其實就最自然嘅，係循環嘅一部分。當我哋意識到一切都喺度變化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放下對現狀嘅執着，唔會因為改變而引發好多情緒上嘅波動。觀察情緒，減少執着。當工作環境或者人際關係帶嚟壓力同埋情緒波動嘅時候，佛法會教我哋去靜觀。我哋觀察其實係好重要㗎。觀察下你嘅情緒，而唔係俾佢控制。反過嚟，我哋要明白情緒都係一個過客嚟嘅啫。例如，當你感覺到焦慮或者生氣嘅時候，你嘗試將注意力放喺呢啲情緒上邊，唔好立即起反應。觀察下佢嘅來龍去脈，理解到佢其實都係短暫嘅存在。呢樣可以幫我哋減少情緒對健康同埋心境嘅負面影響。第三，學習無我。喺工作上，如果我哋過分執着我呢個身份或者我呢份工作嘅時候，當工作上邊發生改組或者變化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感覺受威脅。佛教所講嘅無我觀念係話俾我哋聽，所謂嘅我其實都係一系列嘅變化因素而組成，唔係一個獨立不變嘅個體。當我哋過度認同自己嘅角色嘅時候，佢一旦起改變，我哋就會覺得好不安。學習放下自我，唔單止係工作，唔好再將工作同埋身份混為一談，咁樣反而會俾我哋更加靈活咁去面對變化。第四，放下對未來嘅恐懼。無常，我哋理解到包括要放下對未來嘅不確定性同埋恐懼。當我哋面對轉工嘅選擇嘅時候，我哋未知嘅恐懼可能會加重我哋內心嘅不安。佛教教義入邊好強調當下，而唔係過度去關注過去或者未來。專注當下工作，做好自己能夠控制嘅部分，不必要去過度焦慮將來。
咁樣反能夠幫你減少好多無謂嘅焦慮同埋壓力。5. 以慈悲心去對待自己同埋他人。喺呢啲情況之下，對自己同對他人嘅慈悲心其實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對同事嘅理解同埋包容，能夠幫助我哋喺難相處中嘅環境保持一個所謂平靜。對自己不必有過分嘅要求。喺面對工作嘅時候，俾自己嘅空間去適應同成長。佛教嘅慈悲唔單止係局限喺他人，其實亦係包括對自己無條件咁接納同埋理解。6. 修行同埋內心嘅平靜。佛教提到修行唔係淨喺寺廟先有用，佢應該能夠應用到喺我哋生活入邊。每日我哋嘗試花一少少時間做一啲嘅所謂冥想、禪定，甚至乎最簡單嘅呼吸練習，都有助幫助我哋提升我哋心靈嘅穩定性，減少外間環境對我哋嘅影響。咁樣好幫助到我哋喺面對外間挑戰嘅時候，能夠保持多一份冷靜同埋清晰嘅頭腦，去容易去拆解問題、分析問題。總括嚟講，佛教嘅智慧唔係叫我哋逃避現實中嘅挑戰，反而係學會點樣接納同埋面對變化，以一個平靜開放嘅心去應對。當我哋理解無常、接受現狀同埋減少對未來嘅恐懼嘅時候，同時間我哋要培養一份慈悲心對待自己同埋他人，我哋能夠減少內心嘅焦慮同埋痛苦。無論身處何種嘅工作環境，心靈都能夠得到保持鎮定同埋和諧。